面吼，要一个节目吼，要甲大家吼，互恁大家头壳听一下吼。我想要甲大家介绍咱台湾即马一寡真流行的东西吼。啊，有人就是讲，即马网络上那么流行吼，啊，咱年岁慢慢济，咱嘛听无，也是看无吼。会妨讲啊，恁爱拢较退伍，较过时就对吼。所以我今仔日想讲，咱利用这个机会，我要甲大家介绍一寡，咱咧报纸上面或是在一些杂志上面，最近拢定来看到的一寡文字，我想要甲大家互相分享吼。我今仔日就是讲，咱要来了解即摆咱台湾即摆到底咧流行什么货吼？咱古早会记得咱古早话即个手机吼，手机较好袂较流行时，咱拢用 beeper， 就是咱讲的 BB call， 敢毋是？我想咱大家会记得这吼。古早咧用这时吼，足侪人拢流行讲用迄个数字，也是用英文的字母拍一寡字，代表一寡意思。啊，一寡长辈嘛就爱安尼，所以拢会弄一个小抄来记得这个东西。啊，到底古早迄当阵咱流行的物啊是甚物货吼？咱来看卖吼。有一寡即摆还阁流行，有一寡即摆有退时。我一甲分类讲用这个阿拉伯数字吼，啊，你看卖看这内底你要用过偌济吼？第一个讲，咱嘛甲人再见的时候，就288就好啊，88就是拜拜的意思吼。所以你嘛要表示讲，我毋是遐尼的退伍，我毋是遐尼老苦苦吼。你要甲恁孙仔讲拜拜，你就甲288吼。哇，恁孙仔就惊一跳，哦，阮这阿公阿嬷即摆哪会遮进步安尼吼？这88。过来就是我爱你，又几啥？520，咁你就选的哈，520就是我爱你。所以你嘛把你的今天爸爸节回去以后，请这女生弄给先生送一个520，好不好？好。过来，你假如要跟他讲够看肉麻，我爱你一生一世，201314是爱你一生一世，好不好 ？OK。啊嘛用台语嘛会使哦，哩哩啦啦。打2266哈，你要讲讲伊拢哩哩啦啦就2266，这数字大家是毋是有熟悉？吼，啊，我即要甲恁考试哦，你嘛有熟悉要甲恁考试，嘛对的人吼，我遮一寡迄个绿豆碰要送伊吼，所以吼，爱第一个举手做好哦。你嘛要讲这人足无聊，你要拍啥？哦，你无举手讲的拢了去啊。无举手拢了，所以这条无算是，因为大家拢唔知几只。没错，无聊就是56啊，会记得哦。啊，过来，20了，20了，20。哇，我惨啊！我今日日头碰无够，这里人拢足熬了对哦。246没错，是20了 ，OK。过来就是白痴。94，哇！我低估了我们的长辈，我们的长辈怎么这么先进哈？94白痴，我去找这时我唔捌，我看哎这足好，我唔知影长辈拢捌，安尼看起来是我老啊，唔是恁老。生气气，你知影即摆新流行哦，那个庄成你很可爱，他生气叫生气气，哇，生气气啊，生气气被他怕。哎呦，那个江博士，你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些女博士，这么多女博士生气气啊 ？OK， 好，所以你拢会晓，所以我不爱搁讲啊，我讲话英文字母哦。现在这英文字母赶快，咱来想看，咱古早会晓捌啥 ？LKK 有人唔知影这无？大家拢知哦 ，LKK 拢老酷酷。啊 ，SPP 是啥？怂变变，哎，人咧骂人个怂变变吼，哦，那怂到要死，怂变变 ，SPP， 吼，过来 OGS 上，哇，这有足好 OGS， 啊，当然 OG 上是 OGS， 欧巴上就是 OBS， 啊，安尼，对无？欧巴上有 OBS， 过来 CQQ，CSKK， 哇，我感觉发明这人嘛真够 ，CQQ。OK， 过来，水当当 ，SDD 水当当，哦，这就好哈。来，过来扣，唔
骂讲哇，你是不是皮得上啊？要来讲，皮得上安怎讲？这条较难吼，大家拢唔捌骂人的款吼，皮得上啊！霹雳机啊，你是皮得上啊？皮得上啊！啊，霹雳机敢毋是？啊，皮得上。啊，过来，拍马屁，拍马屁，安怎写 ？PMP 对，迄个较少年拢知啊 ，PMP 就是拍马屁啊。会记哩哦，过来，怕太太是啥 ？PDT 怕太太，我教要插播一个，讲有一对翁仔某啦，一讲拢讲，到底是你行我，还是我行你？结果因就一讲就闹去迄个什么婚姻协调中心，结果迄个律师就嘛真搞，就讲啊，写一张病额吼，啊恁摕转挂伫厝诶。我知影真侪人伫厝拢挂讲住行一家之主吼，哎，即摆这个挂这个匾额是写啥？我怕太太，哇，太太足欢喜，大家人拢讲你看，阮先生怕我，啊，先生的朋友来嘛足欢喜，伊就你就挂一边踢过来，太太怕我，哇，所以安尼只要因兜拢无代志，吼，先生也欢喜，太太也欢喜，这怕太太吼，就好过日子吼，太太也怕我，我也怕太太。对吼，咱中文字典这边读，英文字典这边读过来。好，我问阮朋友讲，哇，你这件衫真水，这什么牌？咱查某拢足爱问讲这什么牌？阮朋友就讲，哦，这是 LVT， 我想啊，我哪会做臭爽 ？LVT 是啥？哦，袂晓啊问。LVT 是啥？恁知无 ？LVT 就是路边摊，路边摊，这是台湾上大的成衣工厂，路边摊。所以你嘛无，人嘛甲你问讲，啊，你这倒买？唔好讲路边摊，迄个假级，你就讲 LVT， 足神奇 LVT 啊！哎，就遮去你好讲路边摊，我咱女孩子足奇怪，我昨仔买着衫，讲哇，这2箍3箍，我拢去笑是共顶讲，哎，知影我这几箍，这2箍3，啊，你无讲，我咱就足爱讲对不对？Anyway， 这路边摊我嘛感觉足好哈。这你讲啥？才要搁讲，即摆这个阿拉伯数字甲英文数字，这个有较体系，我才要甲恁讲较新的吼。咱甲读这篇文章，咱同齐来读好无？讲昨天电影里那个小鲜肉真是萌萌哒，要是交个这样的男友，那才叫做高大上。有当时咱甲看这个文，也是咱看电视啊啥，这个字明明我拢捌，啊，到底你讲啥？看无吼？啊，咱遮甲看迄几啊红字写吼，什么叫做小鲜肉？什么叫做萌萌哒？什么叫高大上？有人知影无？那个看这个小鲜肉，这个小就是啥？小就是讲伊年岁比较小，啊，这是你讲查甫，查甫就是讲差不多10几岁啊，嘿，甲差不多20岁啊，这个较少年的吼。啊，鲜就是讲啥？伊拢还未谈恋爱啦，吼，拢无绯闻啦，所以真新鲜。啊，肉就是讲，起码这个小鲜肉是，拢叫肌肉哦，讲又小又没有那个绯闻，又是肌肉男，所以这款新出来，尤其那个韩剧，韩国常常拢迄个唱歌团拢较小的迄小鲜肉男模哈，起码叫流行，所以小鲜肉就是你讲起来查甫。啊，萌萌哒，我就甲恁讲，即摆大家要装可爱，就讲足可爱就是萌萌哒。啊，啥啊叫做高大上？高就是讲，伊毋是低级的咧，伊是高级的，吼。啊，大就是讲，伊毋是迄个小气的，是大气，吼。啊，上就是讲，伊上档次，毋是下档次，所以伊甲高大又大气又上档次，简单讲做高大上。所以咱嘛看到这个字哦，无头壳问题，咱就知影讲伊咧讲啥吼 ，OK。所以因为看到这个字，咱就讲，咱无对时代嘛袂使，所以我即马要甲恁介绍一寡讲，有的人就讲，哇，即马这么无用，拢无时间去增加知识吼，所以人就讲，没有知识你就要有尝试，没有尝试要怎么样？看电视。有的人讲，你没有看电视就要什么？
去逛夜市啊，迄是加讲话，咱卖讲的吼。我看网络是讲，没尝试就要看电视，没看电视就要逛夜市，没逛夜市就要进教室，没进教室就要做家事，没做家事就要跟太太请示。那讲到半工就是太太上大了吼，咱今仔就歹讲，今仔的父亲节咱无讲迄套。所以基本上网络上的你讲没有知识，不是看电视不好啊。没有知识，你要懂得怎么掩饰。这是安怎讲？就是讲你要利用现在网络去看、去吹、去增加你的知识，哈，去增加一些尝试。这是主要今仔日要甲恁讲的代志，哈。所以就讲，你就爱去网络上面去吹的关键字。我唔知影大家有注意到无？即马足侪讲广告啦，讲到尾啊，伊就特别甲讲，请观众自行叫你家己上网搜寻关键字，伊会甲你安尼讲。所以变做讲，你要去网络去搜寻这个关键字哦，变成是足重要的代志。所以就讲，没有知识也要有尝试，没有尝试也要多多上网搜寻关键字啊。这个长辈内底有人嘛听无讲，啊刘啊，你讲啊半工关键字是啥？我即摆甲恁介绍一寡关键字吼。这关键字你当然足侪啦，不过这关键字我是感觉讲真重要。啊，要去倒位啊？上简单去 Google 吼，去 Google 搜寻这个关键字。关键字内底足侪，我家己嘛看啊会，所以我甲分做三个类别。一个类别是国语哈，我再甲大家先介绍国语。这个“孩”这个字，大家拢知影这叫“孩”。孩，你今仔日是叫做什么意思？孩，你今仔日的意思是大。你嘛讲我互人大揍一下，你无讲我互大揍。因大就是用孩，揍的啥 ？K 被 K 一下，所以就讲我被海 K， 你嘛讲人讲海 K 听无？海 K 就是被大揍一顿啊，所以大家会晓这个。过来讲这个抄。这个抄嘛是真新的字，咱嘛讲哇，迄人写作足颠倒，咱拢讲哇，那个人长得非常帅。今天没有人讲这样，今天说哇，那个人超帅的 ，OK。啊，你嘛对较少年的讲哇，那个人超酷，伊就讲酷哦。所以你跟恁孙仔是就讲哇，你今天穿的超酷，恁的孙仔包着给你一个大汉啊。所以咱来学一下这里“超”就是非常非常的意思。再来一个字就是“潮”，咱嘛讲哇，这个人就流行，咱拢讲很潮，那个人非常潮。所以你莫讲人家讲很潮，你讲硬唔知袂晓甲回味吼。所以这潮就是讲伊足时尚的对吼。啊，不过这边我要甲讲，有人就讲那个人草草，啥人叫做草草？草草是一个歹话，草草就是讲一寡迄个。单身的男生啊，拢安尼顾真水水，款人批评的话，就讲那个人草草的啊，所以两个草字，草草的哈。啊，当然一寡无好的话，咱无需要有安尼济，不过你好潮哦，你若讲你很潮，你要知道人家在讲你叫时尚啊，你要知道。啊，这狂是什么话？狂就是说太厉害了，哇！那么讲这条新闻足厉害啊！哇，那个狂新闻，所以你莫讲哇，那狂新闻是新闻多一个新闻，什么人咧起笑，毋是，就是讲迄个新闻足厉害，足不可思议，还想袂到讲有迄个代志，迄就是狂啊。这个是几个字，啊，我即马要甲大家，这是拄啊是单字，即马甲大家介绍一寡单词。这个撩妹，我想大概比较多人知道哈。撩妹是你讲啥？撩妹就是找包要去吸引女生啦。叫撩妹哈，啊水是讲啥？水就讲迄查某真水啦，水他们讲，现在不讲漂亮，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认得？就是讲一寡英国咱捌的字也是正常的字，即摆大家拢无利用，所以拢有这个怪字。啊，过来，宝宝是在讲谁？有没有人知道宝宝在讲谁？不是，宝宝不是在讲马英九，宝宝就是在讲我。他们说：“哎呦，吓死宝宝！”其实是吓死我，他们就不讲吓死我。哎呦，吓死宝宝！宝宝累死了。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讲，所以大家搞清楚这个宝宝是什么。
酸的。过来，亲手女，什么叫做亲手女？亲手女，亲手女不一定是没有结婚的，亲就是年轻，外表年轻，熟就是内在成熟，外表年轻，内在成熟的女生。那个女孩子又是年轻，又很有经济能力啊，又很有高尚品德，这块亲手女啊，这亲手女。过来，咱来讲，我这个典型的政论节目讲一寡名嘴啊，名嘴拿讲个会在名嘴分解。哦，是嘞，那哦，这个名嘴就互批评啦，讲敢像迄个我袂晓讲迄台语，来袂啦讲迄个名嘴吼，啊，共款媒体，因就甲写做这个媒体，所以你看到这个字幕夹一条，这就是你讲啥记者甲写做这个记者，哈，哎呀，所以你会感觉讲哇，那这个报纸写啥，还是电视讲啥，我拢听无，都是这个人，我全这个字作怪，哈。即摆考试时间要到，人讲哇，迄个人大海边，迄什么意思？管很大，对，真鸡婆啦！伊管啥要讲大海边，伊管的就感像海岸线，台湾的海岸线从这边东边到西边，好长啦。伊四个拢要管家婆，大管家婆，大海边啦，吼。过来讲，迄个人脑残了。是讲也智力有问题哦，你脑子咱知影脑是啥？啊，残就是残废一句，居然把这两个字甲做伙变成脑残啊！过来就是洪荒之力，这个我想一寡人知影哦。啊，我昨天用尽了洪荒之力，今天都没力气。我用我这洪荒之力就是啥？迄个武侠小说讲，哦，迄个武功最厉害的。洪荒之力啊！即摆伊常常讲，我用尽我的全力，就是洪荒之力啊！这个我想，阮咧拍乒乓的时，有人就讲，哦，我用洪荒之力给你拼斗啊！这个有人就爱用这句话。躺着也中枪，晓得什么吗？我倒伫遮无我的代志啊，要甲我搞做伙就对，躺着也中枪啊！这个也是非常流行的话。啊，这句呢，这句你对会对无？讲海水嘛退潮吼，你就知影啥人无穿裤，安尼什么意思？啊？明白哦，伊就是讲哦，你免伫遮操蛋啦，连你嘛查了，你就知影啥人是好人歹人啦。就对迄个一寡操蛋的人，伊就来讲，哈，等海水退潮就知道谁没有穿裤子哦，就个哈掉。这个嘛不哩了啊，咱即摆话讲台语篇。迄台语嘛一寡话吼，咱古早毋捌看。冻蒜，咱讲古早冻蒜哪有写做个字？无写做个字嘛，吼。啊，细粒嘛无写做个字。啊，什么靠腰，拢什么靠腰。我看到迄个靠腰，家己嘛爱笑吼。有影咱想袂到讲字会变怎安尼。啊，佫这个嘛足有创意。讲三好加一好是啥？四好，哦，我实在足佩服诶，当发明这个人。三好加一好，你讲嘛，四好较歹听，拢来讲三好加一好啊。哎，即摆佫考试，这什么字啊？好野人是啥？好野人，对。哎，我发现咱的长辈们也真厉害吼。过来，出册是什么意思？无想到出问题就对啦吼，出册。咱英国慢慢毋捌写这款字吼，叫做出册。啊，过来，美台目是什么意思啊？啊，毋是，你讲白目是讲到一寡，咱知影白目是什么意思？讲伊目睭拢全白啦，啊，就是表示啥？阮看无嘛，白目就是迄个看无，毋知影代志是圆啊扁就对。啊，这美台目就是白目的最高级啦，叫做美台目。所以你讲骂白目要对客气，你嘛讲骂伊是美台湾吼，那就无药可医啊吼。过来，出来讲是什么意思？哎，出来讲，对，我讲老师讲对。要甲人相骂，讲出来讲，就出来讲就对啦吼。
好，拄啊，咱看迄个国语、台语，迄拢较简单。即摆搁落这火星文，就是电脑时代吼，出来一寡莫名其妙的字啦吼。所以咱较侪话人拢讲，遐少年家、遐少年的，咱拢讲啥？1世代，因为电脑真流行，所以拢讲1世代遐少年。啊，即摆1世代遐少年吼，是拢较成熟。啊，即摆一寡国中的小屁屁吼，嘛拢伫遐乱骂乱冲啥。啊，即摆较年纪较轻的，伊就叫做啥？遐新兴人类。所以你要知影新兴人类是在指谁？就是在指那些初高中生。啊嘛，迄个小屁塌啦吼，安尼乱爱，迄种讲小屁孩，吼，这是咱叫少年的，因叫咱老口，咱就叫伊新兴人类的对啦，吼。啊，一寡网络上的一寡字吼，我第一届看到这，我嘛就爱笑。像迄个 Facebook 写讲非死不可啊，我就讲这嘛是讲了真对哦。你嘛上 Facebook 的时候，你都拢把它调起来，变做 Facebook。红培机变做红培机，啊，微博变做脖子，所以这嘛是一个真奇怪的字了啊。啊，过来的是婉君，我们知道婉君是什么吗？就是咱知影选举的时嘛，一挂丁人就利用一群特定的人在网络上给你操作，一贯咱拢叫做网军。啊，乡民又是谁呢？乡民普通人就讲啊，伊迄种人，我想一届人就是讲，你是啥人？无啦，我就是你遮过啦，我到这拢无代志。所以乡民就是讲，我无啥物问，不过我就加坐伫遐看旁边戏就对了吼。不过即摆这个乡民嘛，互人利用做咱的网络 PTT 吼，迄上流行，因家己拢自称家己是乡民，就是等于有点开玩笑讲我是古吧，其他不是有一些，不过他们。自己是乡民，酸民又是什么？酸民的时候，自己讲讲那个讽刺的话，遐人讲拉后腿，就叫做酸民。所以你这几个名词你要知道，不然网络上人家在讲什么，你搞不清楚那个主角到底是谁啊？过来，头像是咱嘛去庙拜的头像，这头像在网络上是记啥？就是讲，因网络上无管是 Facebook 还是讲因你 Line 同款，你嘛写文章放落去啊，第一个甲你回复迄款就叫就是头像 ，OK？伊嘛，你嘛一个文章嘛甲这赞，伊嘛甲你肯定，迄个咱就叫做伊的文章，咱叫做推文，伊骗我嘛讲，你这写什么狗屁东西，甲你骂。这个叫做虚文所以咱就要知这里。再来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专门在看，可是他都不讲话，那个就叫做潜水，OK？ 对，有一些人看了文章又给你点评，那个点评的非常好，他们就说他是神回复就是说你回的太妙太神所以这一挂特别的。过来一个，恁囝是恁孙就讲，哇，我食土哇，你一听讲到臭阮孙是无通食，你还去食土？你食土是什么意思？就是即摆遮的少年的拢在网络上拢拍拼买米拍拼用钱，这样拍拼买到尾才知影讲，哇，我无钱无钱就变成是说无钱，搁买伊嘛无钱通食饭。无钱通食饭，你食啥？食土啦！所以嘛讲，我食土就是讲我已经拢全部都花费掉了这样，食土。恁孙嘛甲你讲BJ4， 你嘛伫甲网络上甲你回 BJ4， 迄就讲卖啰嗦啦，我无爱插，无爱改水啦，无爱改水是 BJ4，OK？ 听一半有一半无就对安尼。我不爱好父亲节，互大家无快乐的时光，所以即摆下面这了换一个话题，咱来看一寡人名一寡人名真好笑伊嘛甲摕来开玩笑。咱先来看下，甘乃迪，大家拢捌，伊甲叫啥？甘乃迪啦，有想无？甘乃迪，甘乃迪真歹势因安尼甲用。过来，搁一个总统咱嘛捌，克林顿。K 一顿
可能的 K 啊，咱大家拢会晓讲这个什么哦，我是贤贤美代子啊，永远无代志。啊，贤贤美代子还佫较无要紧啊，有一个就佫较厉害的啥，根本都无代志啦，宫本美代子啦，宫本美代子啊，这个较轻松，啊，这个看煞，咱来看咱台湾的一寡政治人物，我想这个大家都较知影咱来，互来大家又看卖好无？蒋中正咱拢讲伊是杀人魔王嘛陈菊咱拢叫啥？花妈，这大家拢知影来，我甲恁问，陈水扁大家也叫啥？无啦，变是伊名啦，陈水扁咱甲叫啥？土城王啦，伊讲丢王怪你土城咱甲叫土城王OK， 所以你嘛看报纸无写陈水扁，写土城王，你就知影啦吕秀莲，那个叫啥？那个叫吕后，哇，吕后OK， 马英九那个叫啥？死亡之握好像手的人拢衰去死亡之握OK， 宋楚瑜呢？因为伊做过省长，敢毋是？所以咱来叫宋省长，省长的省长，迄个港音啦过来朱立伦，咱甲叫啥？朱立伦伊要去选总统的时伊安那请假，敢毋是？请假甲新北市迄请假，所以咱甲叫做请假王啦。伊时时间拢伫剪彩嘛，叫做剪彩王过来，王金平甲叫做啥？公道伯对金平也叫做公，有正港公道无迄无咱的代志过来，王如云，王如雪对军仔军仔女王，大家知影这个意思过来，柯文哲也叫啥？嗡嗡嗡啦，佫一支甲拢失言啦是无拢黑白讲话甲抓包叫失言 ，OK？ 尤熙坤那个叫啥？对，最后白罗淑蕾那个叫啥？这个足爱骂人的，所以咱那个叫啥？崔高丽。这毋是我好的这拢我去网络上找过来，张庆忠。捌这个人这个人就是咱迄个啥？对，叫做张三十啦，无就是半分钟啦这个人30秒，对。连胜文呢？伊这家庭背景太好，3岁伊就变成自耕农了所以变成3岁自耕农过来，吴敦义叫啥？这个真出名我免介绍。我今仔日我看大家拢咧笑所以我知道说大家今天很快乐所以我希望大家父亲节过得很快乐。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从今天起，没知识也要有常识，没常识也要多上网搜寻关键字，好不好？咱即摆足侪长辈们拢足厉害，手机、iPad 拢足够用所以咱尽量多去搜寻关键字，安尼咱嘛会当甲这个时代同齐进步，安尼好不好